誒，用中文㗎啦。中文。我係周毅同學生 number 係250186586。係，我係黃偉邦，學生證 number 係2505789999。咁以往咧要整一個完整嘅應用程式，需要有編碼知識或者公司有技術力支援。但係而家有咗 Work AI 咧，難度就降低咗。Work AI 用 AI 技術將用戶嘅應用程式上傳，透過簡單嘅方法就可以轉化為完整且生產就緒嘅移動應用程式。對於應用程式嘅開發咧，Work AI 絕對係稱得上一個突破性嘅平台。用簡單嘅文字描述自己嘅需求，AI 就會自動幫你建立所有內容，創建一個可以運作喺 iOS 或者安卓平台 Apps。生成出嚟嘅成品咧，可以即時咁睇下合唔合乎自己嘅需求，唔滿意咧，仲可以即時同 AI 對話修改內容。由於 Mock AI 最大嘅優點咧，就係呢個無代碼生成應用程式。對於一啲非技術用戶、創業者、設計師或者係小型企業，想有呢個快速原型設計，或者直接生成一個應用程式推廣到市場咧，Mock AI 都係一個革命性嘅工具。咁 Mock AI 分別有免費版啦，免費版每日有5個 quota，每個月最多30個，而收費版咧有4個收費方案。用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選擇方案啦，而最平嘅方案，如果遇到問題咧，淨係可以email 俾呢個客服。但係如果高級嘅方案咧，可以即時同客服對話去處理遇到嘅問題，跟住會睇下點樣用啦。Hello，大家好，咁我會介紹下呢個 Apps 點樣用㗎啦。首先喺呢個輸入翻佢個網址，入咗去之後，你可以揀翻 Google 或者 Apple 去 login 翻嘅。咁 login 完咧就會跳咗入呢一個畫面，呢個畫面嘅情況下就係話俾你聽呢啲基本資料同埋你每日嘅免費版你可以有啲咩限制啦。咁呢個位置就可以將你嘅 idea 完全唔需要 Apps 嘅即係寫曲嘅底啦，就可以變做你想要嘅嘢啦。首先喺呢度開始之前，比如你有一個 idea 嘅，你唔好直接打落去。我嘅建議係，因為你打落去嘅情況下，可能有好多問題，會導致佢個 Apps 嘅框架太大啊，你唔知點樣寫，因為大家都係一個冇呢一個底嘅，所以唔知點樣做。唔緊要，我哋首先可以建議咧喺另外嘅 AI 平台嗰度，將你嘅 idea 嗱，因為呢個冇 idea 嘅，我就直接同佢講，我就想用一個 low code 嘅平台，就俾翻呢個 AI 名佢啦，就幫我整一個架構出嚟。咁嘅時候，我真係想寫一個 pixel 嘅 game，我連做乜都唔知㗎，嗰一下仲係用嚟交功課。咁然之後佢就會幫你，咁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情況嚟嘅。咁你應該其實你有 idea 直接俾佢，跟住咧佢就會成個概念出咗嚟，咁將呢一堆嘢 copy 咗，你會見到就呢一堆嘢啦。跟住成堆 copy 咗之後，就打翻落呢一個位嗰度，跟住直接你可以揀翻你想要邊個 AI 幫你手，就 create 出嚟。撳完之後。佢就依度嗱，依度即係佢就會跳入呢個畫面嘅啦。跟住就啱啱呢個就係你嘅要求，跟住佢自己就會開始分析嘅情況下咧，就會逐個咁樣一個 to do list 咁樣去做，直到最尾完成咗。咁呢一邊咧完成咗之後咧，佢就會出現咗一個畫面嚟嘅。咁亦都係正常呢個情況下有個 QR code 啦。咁你係可以用喺 App Store 度 download 翻佢呢個 Apps 度。再 scan 咗呢個 code 或者 login 翻你 account 咧，你就可以 game 在喺個 Apps 度做啱啱做嘅測試嚟嘅。但係因為我用過幾次，我發現個問題咧就係呢邊打完 code 呢邊係會出現好多 delay 嘅情況，電話寫出嚟咧係有啲問題嘅。咁我都係建議你寫完呢邊就直接呢度 connect 翻個電話嗰度去做測試啦。咁我之前就完成咗一個 Apps 就出嚟做嘅，就好簡單一個
工程管理系統咁樣咯。就一陣可以示範嘅手機 Apps 嗰度俾大家睇。咁就比如佢呢個係一個雲端嘅數據庫或者係本地嘅數據庫嘅。咦？咁我睇下先，我都唔記得咗個 account 啦。之前 test master admin。OK。咁佢個 function 你見到呢度有翻個 QR code 喺度㗎，你可以用電話連接翻去做呢個一個模擬嘅畫面嚟嘅。咁因為我呢個係付費版咧，所以功能就比較多少少。咁你見到呢啲好普通嘅，都係將我所有 idea 變咗出嚟嘅嘢。好，咁我 login 翻就可以完成。當你出現每一個問題，比如其實我真係逐個 page 咁樣寫出嚟嘅情況下，可能好簡單。然之後你會見到，當我遇到問題嘅情況，咦？我直接同我 HR add drops 嘅時候，呢度有個叫 data picker 啦，有個模式有啲奇怪，我會可以順連電話 cap 埋圖俾佢，跟住咧佢就會自己去解決㗎啦。當然有問題嘅情況下，因為我俾咗付費版，所以 credit 比較高，我直接喺度問佢。有時如果你唔係嗰日得5個 limit 嘅情況下，比如你遇到 bug 嘅情況咧，我亦都建議將你所有嘢寫低好晒，跟住去翻另一個 AI 個平台嗰度，我都有咁做嘅，就逐個咁樣去問佢嘅情況下，將佢俾另一個 AI 俾出嚟嘅答案，再結合翻佢原本嘅情況下，先去唔好落去呢個 credit 咯，因為 credit 都幾貴嘅啦。我啱啱同佢講，跟住佢就會自己諗噶啦，將所有問題。嗱，比如我隻顏色我本身藍色個葉佢唔靚，跟住我就問佢，咦，可唔可以轉做綠色、紅色啊？咁佢就會幫我諗辦法轉咗，其實非常之簡單易用嘅一個 Apps 啊，將你嘅 idea 完全冇任何係啦一個叫做諗法嘅情況下，佢可以好簡單就咁樣將佢變咗一個以前係做唔到嘅，可能揾人出去一個 idea，變翻做 Apps 可能係要幾萬甚至十幾萬嘅情況下，OK 呢度啊，好似咦我發現有問題喎，因為佢之前我做嗰個就係個 database 咧，佢做咗喺一個電話度入邊儲存咯，其他地方撈唔到，咁我就轉咗去一個 database，即係 Google 免費提供嘅 database 嗰度做，跟住佢就會諗去解決咗我所有問題。用呢個 Apps 嘅情況下就OK 就已經完成咗啦。咁我稍後都可以示範一下喺電話，其實呢個同你嘅電話畫面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做嘅嘢。做完之後，你甚至可以將佢公開咗去，再放上 App Store 嗰度等。去 App Store 度審批啦。咁其實我係有做呢個動作嘅，咁就需要啲時間耐少少，因為你審批嘅情況下係要做多好多嘢先可以批到，唔係話哦你做完啦可以即刻一個 idea 1秒之後就可以變到喺 App Store 上架嘅一個 Apps，就要落翻呢一度逐步逐步咯。咁呢啲就之後即係有興趣嘅。就係題外話啦，喺 Apps 以後嘅嘢就去研究啦，都係唔緊要，你唔識嘅我都唔識嘅，逐步逐步揾第二個 AI 個平台去幫你解決呢件事。有咩問題你直接一步一步咁樣去問佢，佢就會幫到你噶啦。咁啱啱講到點樣去推送喺 App Store 度啦，首先你要註冊一個Apple 嘅 developer 嘅 account，呢個要付費，好似係99蚊定美金一年啦。跟住就可以將你嘅 apps 撳 polish to change，跟住撳呢一個，跟住 new submission，跟住呢啲就係你註冊咗嘅 account 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嚟去做嘅啫。將你記得呢個新版本。
一 start new submission，跟住佢就會開始自己去推送翻去一個 App Store 嘅測試平台啦。咁入到嚟呢一度，呢個就係我之前 submit 咗嘅版本。咁啱啱有新 update 啊嘛，咁你重新 submit 嗰個新嘅 update 版本。然之後到呢一個情況點樣真係推出去個 App Store 咧？你要按照佢嘅要求呢啲咧，逐個逐個打入去。不過你唔識打唔緊要，你將每一題問 AI，如果有 login account 嘅話，你就需要打嘅資料更多嘅，逐題逐題咁問佢，佢就會可以幫你解決到㗎啦。因為我而家都係做個 internal test 啊，未真係正式推上 App Store。包括一個私隱政策，我唔知點樣做，因為我有 login account 噶嘛，咁我就會試下銀行戶口，佢會話俾你聽發生咩情況。你唔識唔緊要啊，你將你個 apps 話翻個情況，每一題問俾翻出 GPT 又好，另外或者可能 Copilot 嘅情況，佢會答翻你，你應該點做，逐題逐題打上去。然之後，當你完成咗個情況下咧，等先。之後去翻準備提交，呢度可以撳送審核。咁因為我係未做晒所有嘢嘅，跟住佢就會出咗好多好多 error 叫你做翻。咁因為我個 apps 仲未完成啦，咁所以係晏啲先做。睇翻呢一邊，好，重新做多次先。因為你呢邊做緊 login 嘅時候，佢就會將你個 app 送過去 App Store 啊嘛。跟住咧，你就按照新嘅版本先就 OK submit。咁你新嘅版本咧，稍後就可以喺呢度，你會見得到噶啦。你就揾到你個新版本之後，逐步逐步，唔緊要，唔識嘅唔緊要嘅，逐個逐個問 AI，唔好淨係佢呢個記住呢個 AI，佢淨係幫你去寫呢個 app 出嚟㗎啫，其他唔識嘅問題，好，完成一個 submission 啦。跟住呢度就會要啲時間，可能3分鐘到半個鐘頭左右啦。我試過都唔同嘅時間嘅，佢就會新嘅版本，啱啱係1.1.2啊嘛。你見到我之前呢個版本係1.0嘅啫，甚至之前再推多幾個 test flight 嘅版本係更加夠嘅。係啦，咁嘅情況下咧，就逐步逐步嚟。記住一個好緊要，呢一邊係幫你寫 apps 嘅啫，其他問題揾其他 AI 幫你解決。咁呢個就係一個呢個成個 apps 嘅基本玩法啦。OK，多謝晒，我今日要分享嘅到呢度。